看下嚟今日嘅课程，大家對客家八音有夠看認識到嘅冇啊？台灣無形文化資產，重要傳統嘅表演藝術嘅客家八音，對頭擺到現代嘅意義又完全冇共用。頭擺你做得看到也戲詩老拍詩重要嘅綜合，做得看到也客家八音嘅聲樣。但是現在已經非常冇容易看到咧，當像就愛看唔到嘅感覺共用。唔過啊，利用今日嘅課程，咪希望到客家八音做得呢得到大家更加多嘅關注。咪像係教書講嘅，係講啊，做得啲婚禮當個，做得試下用客家八音鬧熱一下嘅你嘅婚禮嘅音樂啊。當然呢，咪做得多元化到誒，咪幫大家呢做得意識到，人嘅客家八音做得按樣冇共用，兩項傳統藝術咪做得繼續傳承下去。對於客家八音嘅發展，我啊就從教書共用，希望呢做得用呀實際行動支持人哋嘅客家八音。比方講啊，我咪希望對我未來嘅婚禮當個。就係用客家八音來去做演出，幫大家更加認識到人嘅正嘅傳統音樂，咪做得呢更加中意佢，進一步撈佢推廣出去。今日嘅課程客家八音就到呢位了。客家名錄學院，我呢就係今日嘅主持人李嘉，請大家繼續嚟支持客家名錄學院。你呢會將當到精彩嘅課程都分享俾大家，幫大家共下嚟認識到人嘅客家咯。客家名錄學院，你就上嚟了咯，拜拜。